我来关心咱的国防安全，强军联合来舰军演的期间，轰炸咱的海军海防大队部署的情形是去互强军掌握。大家就真烦恼讲，万不以战争的时阵，佫发生这款状况，恐惊会输甲妥妥。针对这项争议，国防部长顾立雄是强调讲，这战术的位置袂简单一大尔。也若是美国甲日本，昨晚开始来舰演习，有日本的媒体就分析讲，这场演习是为着因应台湾出代志。中国顶一日进行2024联合来舰 B 的军演，讲要为台封锁控制。针对外界有风声讲，防控台海甲防控台湾是无共款的。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，封锁控制是无正确的名词。封锁是 blockade， 在国际法上是有定义的。它的定义就是说，它要平等适用于所有的国家。所谓你划定一个禁航区，它一定会影响这里的区域和平稳定。对美国期刊的报道，中国发动联合来舰军演的期间，国军有向方飞弹的海防大队，隐蔽的所在已经互公开，便若开战可能就会随风消灭。顾立雄强调讲，战术的位置袂干那一个所在。我们主要现在就在着重在于这个在战力保存的阶段，要着重于信息管理。那我们要部署的战术位置也不是只有一个。针对南亚立委齐卡心顶一日质疑讲，中科院进口的过氯酸铵内底磷的量有过量的问题，当场去互中科院院长李世强反驳。不过有媒体佫压出来讲，因摕到美国大厂提供中科院的 AP 成分报告，内容明确出现磷酸沙钙，内底有磷的成分。AP 里面还有磷酸钙，磷酸三钙来说，它里面含有磷，这个在化学上就是讲不通的一个道理。化合物是由元素组成，但是元素在化合的过程中就会失去它原本的特性和特征，所以我们不能把磷酸三钙等同于磷。李世强挂保证，火箭的燃料绝对无问题，因为中国最近联合来舰的军演，加速台海的局势压悬。美国、日本来舰演习嘛伫23举行。根据日本媒体指出，这是烦恼台湾有代志实施的大规模军演。顾立雄嘛讲，咱国并无受到邀请去观察，不过会以其他的方式来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